市府伫4合现代创意基地举办南青斗阵双创新青年论坛，会中邀请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进行时讯专题演讲，同时回答青年所提出的各式问题。现场参与论坛的50位青年朋友，也透过科技、创新、青农、就业等议题，互相分享家己的想法和经验。我们把一些古迹啊，或者是拍电影需要重建的一些场景啊，都用电影扫描之后就放出来到台湾模型库。那之后你不管是要做游戏啊，要做动漫啊，要做什么东西你都不用自己再去花很多的成本去搭建。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现场。那今天的活动呢，叫做青年画未来，南青到顶来玩创新，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是一个还蛮具有。就是蛮棒的一个活动，因为我们可以将青年聚在这个地方，一起来讨论对于台南的事物啊、台南的政策，或者是台南的未来，他们的需求是什么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把大家聚在这边一起来讨论。台南的一些青年事务，它有渐渐起来，就是去年台南就有5组团队拿到那个青年署的奖金，然后来做 Let's Talk。那我觉得希望可以就是连接更多这个圈子里面的人，那可能大家都来参加 Open Space 啊，或是世界咖啡馆啊，各种模式都把它体验看看，可以让就是这里的青年事务的发展可以更健全，更有一套自己的系统。透过青年论坛举办，让少年人展现创意想法，也让青年朋友的心声会当被听到，作为市府未来市政参考。台南是一个非常倾听青年声音的城市了哈，不过倾听青年声音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以前在做资讯系统的时候，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去截取这些使用者的需求哈。那使用者的需求呢，要不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，要不就是讲出来我们听不懂，或者是说他不会描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一场一场办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让青年的声音真正可以到我们的市府里面，然后形成一个政策。研考会主委戴伟俊表示，要让少年人勇敢发声，同时嘛会当理解青年想法。这次的论坛就运用 OST 开放空间工作坊模式，让青年朋友尽量发表意见，让市政用力青年声音，创作更好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